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伫咧国内武汉肺炎的疫情增加到30例，是第27例太太甲伊的后生拢去受到伊的感染。伫咧网络引起众人讨论的黑友病囡仔，大约是暗时10点外会到台湾。另外，留伫武汉的台湾人也是爱用专机将都回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头摆表示，武汉肺炎是中国建国以来上界大的公共卫生危机。讲到中国武汉封城措施是改来改去，本地是部分要解除封锁，无到半日却阁临时来取消。伫咧下晡，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表示讲，这位伫武汉带有黑友病囡仔甲囡仔的妈妈会做伙坐无人机，大约是暗时10点外会飞到台湾，也要经过检疫。 不过，其他留伫武汉的台湾人也是爱用包机的方式，才好到回来台湾。第二架武汉包机因为两岸病场迟迟无消息，抑阁传出留伫武汉的血友病囡仔，有这已经用了中道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上，卫福部长陈时中证实，这囡仔甲妈妈会伫暗时10点40分的无人机回来台湾。相关的沟通都在进行嘛。 好，那今天他回来的时候，当然除了就说我们不是用纯然的一个包机的形态，好，但是因为整个机上的人好像是不多，现在定位等到40几位，所以可以做出相当的一个区隔。陈时中表示，下晡已经派一位护理师去成都协助坐无人机隔离措施。血友病囡仔班机顶悬只有母囝2个人，拢会先到病院做采检，搁去集中检疫场观察。因为武汉官方24中昼向宣布，武汉都开放真车进出，温存身体健康外地人分配离开武汉，或者是特殊疾病需要治疗，搁无属于必须隔离人员，无发烧、家属、或具串症状，经过申请核准，就用出城。煞无到4点钟，官方阁宣布取消半解禁令。未来留伫武汉台湾人如何回国？陈时中表示，原则上依然采包机模式。没有办法掌握这段时间从武汉出来到底多少人呐、我们将来是这些人都需要用包机的形态来处理。好，从那里不管是直接从武汉出来，或从武汉在这段时间居住过，而现在跑到别的地方要再回来的，好，那都是一样的规格，用包机的方式来处理。 陈时中强调，无法度确定伫武汉宣布半解禁的几点钟内有偌济台湾人离开。不过，台湾人回来台湾相关沟通协调依然由陆委会海基会进行中。另外，前外交官刘树家23日面测讲，目前人伫武汉的血友病囡仔是中国籍，是特地的中国人。了后，伫面测公开道歉。陆委会强调，血友病囡仔甲爸母拢是中华民国籍。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第23召开大规模的视讯会议。习近平发表长篇的演说，也头摆甲话讲破，讲武汉肺炎是中国建国以来上界大的公共卫生危机。 人口大约1100万人的武汉市封城已经超过1个月。武汉官方24中昼宣布局部解除禁令，允许滞留伫外地武汉市民返来武汉，也有部分滞留伫武汉的外地人分配出城。不过无几点钟就改变，宣布解禁通告是无经过动议发布及时失效，会依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严格实施控管，继续来封城。从即日起，本超市开展社区团购配送服务和企业单位团购。 不再接待个人零售。湖北全省进前实施24小时严格封闭管理，民众未使出外。武汉部分地区超市为了减少接触感染风险，敢若开放予社区也是企业团体购买。出入超市也需要有通行证。民众1个月来无收入，物价也继续起价，大家拢花艰苦。 中国最近公布确诊人数大幅减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召开记者会，讲疫情确实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不过强调这是短期的情形。即阵中国最省份复工率超过70%，相信随着疫情有控制，经济生产会慢慢来恢复。另外也加强补助政策来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等行业。 调整了企业所得税政策，及时的予以支持。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真罕的召开大规模的视讯会议，包括中央甲国家机关各部门、解放军这单位，总共有17万人参加，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习近平发表长篇演讲，头一摆承认武汉肺炎是中共1949年以来上界严重的公卫危机。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
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不过，台顶包括习近平、政治局常委拢无断催暗。习近平讲，必须将乌北甲武汉的保卫战做好，阻止疫情扩散。特别强调北京防疫工作，和外国媒体伫谣北京疫情是不是已经完全失去控制？尽管疫情依然在爆发期，中国当局依然要求企业赶紧复工。武汉肺炎疫情拖到全球，各界批评中国资讯无够透明，防疫动作真慢。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美国总统川普这摆侮辱习近平对武汉肺炎的领导处理能力。He's working very, very hard. I spoke to him. President Xi loves his country. He's working very hard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he will solve the problem. 川普真支持习近平，引发内阁官员不满。对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川普甲习近平通过200电话。不过，北京幕僚讲，川普不解说，因为习近平完全掌控中国政府，若是对于习近平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会和中国拒绝甲美国来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目前当地严重，为着要确保国内有充足的医疗能力，疫情指挥中心伫昨宣布讲，若无申请者是禁止医护人员出国的。卫福部在今日搁再表示，主要对象是伫病院诊所照顾患者的医护人员为主，相关措施会搁再来讨论。大约有14万外的医护人员会受到影响。武汉肺炎疫情伫中国境内继续跌拖，最近有医术社群网站流传一个消息，有医界人士想要组成中国医疗防疫关怀团去疫区支援，计一组10天至14天，每一个医师会当得到30万，每一个护理师会使15万的津贴。因为台湾有很多国际医疗团，他们都是自费自驾前往，所以我以为就是，我也准备要自费自驾前往。那听到有津贴的时候，那我要婉拒，他说不行，一定要收。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了确保国内医疗量能，会禁止医护人员出国，对象是以病院第一线直接甲照顾患者相关的医术人员为主，诊所医护人员无限。院内感染一旦发生，其实对医疗的运作还有影响的层面是相当大的哈，所以我们现在锁定的对象呢，主要是以这个第一线，那么从事照顾病人的这个医护人员为主。卫福部表示，因为考虑到风险，会严格禁止医护人员去中港澳地区。针对已经发布做旅游警示地区，必须报备才会当出国。譬如讲重要会议、公布或者是特殊的原因需要等等。而且等下过来了后，嘛需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其他无防地日去旅游疫情建议的国家是无受限制，也是会当出国。我们像一般的内外科小儿科这些，那像有些医美的，他也有可能他想出国行医或者怎么样。这种情况，可能他们也比较受到影响。台大病医企业工会台北市医师这个工会是发出5点声明，要求政府说明法规有落的所在，还有配套的措施、基本定顺补偿措施，而且劳工同意，不是头家家己决定，确保劳动条件等等。对这个代志，卫福部回应讲，相关部分会伫咧25拜2之间邀请各级病医协会代表开会讨论。根据统计，全国医师红车医生超有32000人，护理人员是有115000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国内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佫增加2例，已经到30例咯。而且所增加这2例是第27例太太加后生。另外，伫韩国目前也当咧严重，疫情指挥中心在今日也宣布讲，甲韩国的旅游疫情建议提升到第3级警告。然后旅客对韩国入境也是要进行14天的居家管理。北部边境厝内底人互相为着武汉肺炎的情形，伊阁增加2个人。除了确诊的80多岁老先生、甲50多岁大汉后生以外，40多岁细后生、甲70多岁家后也确定去为着，这样，互伫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个案增加到30例。29、30是他的太太跟他的小儿子。好，那小儿子就相对我们前2天就说他比较有一些相关的旅游史，不过相关的疫调都在进行中。另外，考虑韩国最近病例数大幅增加，指挥中心宣布提升韩国旅游疫情建议到第3级警告。最主要是它的速度非常的快，在这5天内，它有教会跟医院的大型的群聚，那进到社区传播的阶段。
这阵武汉肺炎旅游疫情建议，第一级注意地区包括泰国、伊朗甲意大利，提醒民众要遵守当地预防措施。第二级警示地区包括新加坡甲日本，民众到当地应该加强采取防护。只有第三级的警告是包括中港澳抑个韩国这所在，民众应该避免到当地所有非必要性的旅游。另外，旅客入境有新的规定。对2月250点起，对韩国入境的外籍人士必须要进行14天的在家检疫；而本国籍人士在2月25、26对韩国入境的，必须要落实14天自主健康管理。不过，若是27 0点了后入境的人，就必须要实施14天的在家检疫。考虑到现在在这有滞留在韩国的国人，所以希望他们都在27号前要返回。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旅游疫情建议第一级甲第二级国家入境的旅客，入境了后必须自主健康管理14天。而针对这个北部家庭互相烧的事件，这阵已经掌握接触者143人，总共采检87人，其中50个人阴性，其他依然在检验中。而外交部也甲日本旅游警示提升到红色，提醒民众莫去，应该赶紧离境。韩国是提升到黄色，提醒民众特别注意旅游安全，并且考虑是不是一定要去。记者综合报道。台大的公共卫生学院在今仔日阁对民众提醒，未来病情摊开是无法度避免的。学者也建议政府要对大型集会以及去流行区旅游，拢要提悬管制。另外，伫厝内面闹人去感到武汉肺炎，带做伙的传染几率是流感的6倍，就请民众要注意。台湾附近的国家，日本甲韩国的病例快速增加。若是中国伫咧复工了后，外界预计讲可能阁有第2波的疫情高峰。台湾目前的旅客量是过去 SARS 时阵的2倍至3倍，破断大流行的时期是愈来愈接近。建议台湾对旅游阁有集会要提悬管制。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有的是禁止这样的集会，有的是你如果要继续有这样子的集会，那你必须有一些公共卫生的手段来保证不会产生聚集性的这个传染。针对台湾最近确诊的案例，学者用模拟数据来分析指出，武汉肺炎伫咧家庭内传染的几率是 46.2%， 也就是讲伫咧密集空间以内，其他人去互感染的几率是 46.2%， 是流感8%的6倍。佮加上这个病毒有无症状甲轻症感染的趋势，一般民众一定要落实加护防疫。无症状也可能会有传播的风险。那在它出现轻症的时候，譬如说只是轻微的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家人就要有警觉性。学者表示，分析目前国内确诊的个案，平均待疫日子是18天，比 SARS 的11.1天加超7天。问比台湾人真正发生武汉肺炎大流行，对医护量能是真大的考验。体检甲带院的压力会真沉重，政府必须要提早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拄则讲到要爱避免大型的集会，不过3月小妈祖，亲像大甲妈祖进香、白沙屯妈祖进香，目前拢无因为疫情讲要来停办。就医生烦恼讲人沉沉，会造成疫情失去控制，也伫网络铺文希望妈祖显圣停止绕境活动。不过庙方也表示讲，除非疫情指挥中心有来指示，若无是袂取消的。虽然还有1个月时间，不过行政都去大家镇南宫为任期白夫人提早为大甲妈绕境做准备。被问到疫情是不是影响绕境意愿，信徒表示会做好保护措施，要老一辈人相信妈祖一定会保庇。其实还是会担心但是还是要做好个人的身体健康管理可能没办法避免，但是尽量还是说戴好口罩这样。较会行会走，我当年都来做呢。这唔惊传染吗？袂。怎啊讲？你感觉？哎呀，我感觉妈祖会保庇啦。台大妇产科医师徐景中伫面册祈祷妈祖紧显灵，托梦互绕境进香的负责人甲主管单位，呼吁因应武汉肺炎，请因停办这摆活动。不过台中大家镇南宫表示，高岗对面绕境活动如期举行，不过起价改伫广场。这都是在室外，大家咧惊啥？大家人惊人惊死人，可能我们会用小便当。装餐盒也有可能都是要求每个用给我们吃的单位拢请因拍菜给阮。因为绕境进香目的地是家己奉天宫、家己关民政处表示，各局处同步进行防疫配套。另外，伫苗栗白沙屯妈祖也计划伫国历3月24要进行绕境，庙方强调SARS期间也如期举行，这摆会做好防疫，也相信妈祖会保庇。我想，妈祖保佑啦，又碰上我们的政府防疫措施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说大家才放心的如期举行。刘峰表示，除非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要求停办，或者是卫生主管单位有强制要求，相关的照境进香活动拢未停止。不过会伫个食物件处理、人群直接甲卫生消毒防疫搁加强，互信徒用安心参加照境。记者综合报道。大学学测的成绩已经出来了，今年有133000多人参加，比去年减了5000人。伫国文、英文、社会甲自然的表现是甲去年差不多，不过伫今年数学却有14000多人摕到15积分，也就是满积分，比去年是加1倍。也开始烦恼讲大学科系会亏伤少，符合的资格的人却变真侪啊。学测的成绩出来，考生赶紧开电脑查成绩。我属意的学校有铭传大学的公共行政管理系，然后还有铭传大学的犯罪防治系。我刚才做的最是给我点个分析，然后发现我自己大概成绩是给我在交大跟中字辈的学校。根据大考中心统计，今年学测的考生总共有133438人，比去年减少4949人。对去年开始，无搁再公布5科专科的总积分人数。今年考生用选考较侪4个组合来看，国文、英文、数学甲自然的组合有779人摕4科满积分，国文、英文、数学甲社会是221人，拢比去年较侪。若是干那看高一科满积分的话，国文、英文、社会甲自然今年满积分人数拢伫3%到5%之间，符合招生汰选的需求。但是数学却有11%2遐悬，超过1.4万人摕到满积分，创下19年来的新高。命题团队最后在命题定稿时，却发现规划的难题却只有1题，而且是属于他自己的自命题，不是我们的题库题。高分期的卷别录在这一次呢是有问题的，它不是我们中心原先的预期的规划。2154个校系里面呢，有946个校系呢，那么新增使用分科筛选，另外有151个校系呢增加采集科目。初步的这个分析呢，可以使得去年严重超载的校系呢，那么降低1半以上。因为去年学测数学满积分的人伤过多，造成个人申请第1阶段超额汰选的状况真严重，造成家长甲考生不满。今年数学的满积分阁加真多，嘛互外界烦恼超汰状况会阁出现。教联会紧急甲大学讨论应对策，新增分科汰选的方式，希望会当互超汰人数会当减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大学学测的成绩公布了后，学生囡仔也开始准备申请学校的资料。也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发展，有可能会规个影响到个人申请入学真试的作业。教联会也宣布讲，每一间学校若准有要调整有无同款的面试方式，因会做伙收集好势，交予常委会来讨论。手提遥控器家己甲电话拍开，坐去镜头前的椅仔面顶，就会当开始录影。利用我们的遥控器。连接到我们的电脑以及我们摄影的设备，其实它就可以开始做录影哈。一个简单的讲授，其实我们把讲桌然后做一些说明。因应武汉肺炎疫情的发展，台最近强化数位学习平台，就算讲有部分的同学无法度来学校上课，也是会当经过非同步还是同步的远距教学，继续学习课程。主要是让老师们可以把他们的教学的内容，包含他的文件啦、PPT 啦，或者他参考的书籍资料等等，甚至呢，把他这个上课的影音资料都可以放在这个 NTU 酷我的这个平台上面，或者说老师对于说有些这个教学上面他需要的影音资料，其实都可以放在那个平台。疫情的变化是真恶准则，唔来去影响到学校安排的课程进度，阁有学测成绩打出来，要来准备大学个人申请等等管道的学生。头起先是2月29到3月初1，原本定伫咧台北、台中甲高雄开始的大学博览会，决定要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来取消。17年前的 SARS 期间嘛，拢有来举办。这届取消嘛变做大学博览会26年以来头一届的案例，阁有4、5月份，各大学要办理个人申请真试的作业，嘛有可能会去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教联会开始整理各校的做法。某一个系停班停课，请学院出面去做人力空间的调整。如果因为隔离的关系没有办法来参加面试的情况，或许也可以考虑把视讯的方法、随机面试这个方法、书审的成绩、学测的成绩呢，来做比例的调整。
都是新的面试、到调整学测成绩，或者是审查资料的配分比例，伊个拢会变做3月初5常委会的讨论范围。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为了要防止武汉肺炎透过烂手来烧喷传染，中广公司的餐厅伫座位顶头拢用透明的房仔甲人隔开。除了中广的餐厅以外，也有餐厅业者真大心，甲座位让一位，甲因隔开，希望人客来遮用餐会当更较安心。入来餐厅进前爱先量体温，无发烧才会大纸放你入去。中广公司总部边的会馆就是观光餐厅，嘛有对外的卖食室。毋过为着武汉肺炎疫情的防疫，餐厅最近严格管制出入，就连食饭的位拢有加一个透明的亚克力隔板，要减少传染。用餐会有一点怕怕的，所以公司设计这个非常的干净，用完他们都会消毒，所以我们吃饭也吃得比较安心。公司是鼓励员工尽量以多订购便当来取代到餐厅用餐的这个方式但是有一些有需求必须进到餐厅来用餐所以我们公司特别规划了这个透明的亚克力隔板。座位头前甲边两边隔板拢比一个人坐落来悬度较悬，虽无互员工感觉较安心，毋过中国也是呼吁员工尽量伫办公室食便当，避免群聚。为了个防范武汉肺炎扩散，民众减少出外，已经互真侪餐饮业者的业绩变歹。这间餐厅思考真侪防疫做法了后，决定牺牲店内底的位，采用让日道来带位。调整就是隔桌带位的调整，让客人跟客人之间的距离拉大。降低这个飞沫传染1公尺的这个有效距离的这个范围。没有说明，但是有刻意带的比较跟人群分的比较开，我感觉。因为不要喷到那个口水啊，对啊，万一有人打喷嚏什么的时候，你可以防止一点。带位进前卖鼓励人客先用酒精洗手，业者表示，其实嘛有考虑过拿像中广这款过境的做法，毋过餐厅的人客大部分拢有自费开工的需求，佮加上疫情已经影响人客的数量，所以退一步，互大家有更较空快的用餐空间，希望讲维持人客消费信心，会当经过这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疫情目前当咧严重，所有业者利用机会赚黑心钱。台北市调查到4个业者赚机会伫咧乱画价，一包内面有7块翠暗，煞卖要到1000块。警方除了甲业者依法发办以外，也当咧追查敢有囤货情形。业者伫咧网络平台开出一包7个的医疗用喙暗，卖999块，等于讲一个要142块。比政府定的介绍，一个5块是加买28杯。武汉肺炎疫情拖到台湾来，所有业者趁机会来发财揽财。台北市议会分扩大来查区内药局、药妆店甲网络平台，二是公布有4件涉嫌碰价医用喙暗等等防疫物资，就连一般喙暗还有酒精等等的物件介绍嘛有5件。查价是一直在进行的动作。那只要发现严重的，我们就一定会报到公平会去。那就这个部分，因为业者现在有太多网络上面还有一些相关的囤积的状况，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查下去。除了加强来查敢是有碰价、囤防疫物资等等的状况，台北市政府因应后一个阶段防疫规划超前部署方案，像讲提悬医疗医所的防疫量能，还有收带老年人的照护机构，必须要加强防疫措施等等。若是伫咧中华有2个民众分别透过人面车甲来，好像讲因为武汉肺炎破病4起白牌车司机，伊在生进前的行程，像讲去过某一间病院卖场有员工发烧等等不实的消息，中华地检署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起诉。捏造不实的肺炎死亡特定住所，在市场内开杂货店，市区内2大市场已全面消毒等不实讯息。另外，刑事局嘛查到有网友散布专传武汉肺炎已经点名做SARS的不实消息。接获有人传送上述疫情的讯息后，未经详实查证及制作并编辑该疫情的讯息，张贴在 PTT 上，那刑后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来送办。警方强调讲，呼吁相关资讯统一的交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来公布，嘛加强来查民众散布无经过证实的不实消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目前是未收煞，股市也受到外资的影响。台股在今仔日是开低走低，落超过11600点，落尾跌151点。有分析师也表示讲，台股甲美股最近拢是一直在落，这也表示外资拢在咧抽走。不过，防疫概念股甲生物科技股，电脑拢是有真好的表现。顶
礼拜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大盘拖累，台股一早开盘就增加，盘中一度重盘超过170点，最后盘151点，失守11600点关卡，收伫11534点。三大法人总共卖超275.55亿。分析师表示，受疫情影响，外资才咧撤离。需求不好的情况之下。所有的企业可能获利都要打折扣，加上美股不好，你发觉这段时间外资不但卖台股，而且把钱汇出去。不过台股依然有支持力度，防疫概念股继续烧。另外，因为中国南韩疫情升悬，抑个市场看好转单效应，电子股面板、DM、矽晶圆、被动元件等类股逆势抗波。后续可能要注意一下，比如说三星啊，如果三星出了一些状况，可能台湾面板类股稍微会受益一点。伫外资大卖台股了后，资金也继续退出，回流美金，新台币换美金汇率24收盘贬达6.9分，收跌30.472，成交量10.89亿美金，连续创下近2个半月新低。如果疫情获得有效控制的话，或许一个蝙蝠到30.60差不多了。如果是说疫情再继续的一个恶化，下一阶段的话，台币就有可能会去挑战30亿元的低点。分析师表示，武汉肺炎疫情全球拓开，不过亚洲各地的防疫圈当中，亚股全倒，其中南韩 KOSPI 指数盘上升，连盘3天，24最后盘3.87%，台股也难避免。股会上盘最近恐惊阁继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行政院最近有通过武汉肺炎相关纾困特别条例草案，明定头家应该互隔离员工防疫隔离假。不过，干那规定劳工伫2日内会当申请赔偿，引起劳团的不满，认定隔离假会变作是无薪假，就连照顾患者医护人员也对立争取啊。配合隔离，配合隔离，应给公假，应给公假。各大产业工会劳团代表在去到立法院头前抗议，因为行政院最近通过严重特殊传染病肺炎防治甲纾困振兴特别条例，针对被隔离员工就明定防疫隔离假。另外，头家是不是付薪水并无规定，劳团烦恼最后成做无薪假。落实隔离哈，如果你的薪资不给了哈，对于这个无照一笔我会在理的。而后，政府应该是在把这个整个的防疫假里面，要定一个保险制度出来。面对有可能无薪水的防疫隔离假，医护人员也站出来抗议，因为徛伫第一线配合防疫作战，有真悬的感染风险，确实被隔离也可能无薪水通领，员工是变相处罚。为了预防社区感染而接受居家隔离，等于是我们护理人员是没有薪水的。我们不只要担心我们回家之后可能会把病菌带回去给家人，我们还要担心我们因为受到隔离，然后无薪假的问题。劳团认为，武汉肺炎相关纾困特别条例应该比照2003年SARS，被隔离的人应该有公假加薪水。如果是因公被隔离，那当然应该是那个人应该是要给薪。我建议应该要有政府来编预算啊，从这里来支付。公司都快没钱，都要钱，这要之前的，你还给他有薪假，他根本做不到，直接负担部分杯水车薪，这些减税就合理公平了。武汉肺炎相关纾困特别条例版本未少，24日已进行朝野党团协商，民进党团以正议办为主，搁进行内部整合，要拼20个完成3读。另外，被隔离承受公假，劳动部回应防疫措施全民拢来配合，但要求头家有公假搁付薪水，员工是将防疫责任转伫头家身上，无符合大法官解说令。医护人员因讲被隔离减刑，因规则头家无需要中互伫特别条例中定出。相关防疫补偿对象条件方式或者是金额，会协助卫福部赶紧定出办法，搁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话水分明，伫南韩在21天就增加200多个武汉肺炎感染者，总确诊人数已经来到833例。伫新田大邱教会也有1200人计上有感染的镜头。另外，伫日本也发生讲，捌去过泉州公主河顶头的职员甲检疫官，因2个人也计上去互围着。另外，伫北海道也增加4个感染病例。接落来，咱来看欧洲，伫意大利有150人去感到武汉肺炎，而且佫死3个人啊！这做欧洲疫情上较严重的国家，民众也开始三钱要买喙暗，甚至是去抢物资，甚至是威尼斯嘉年华甲骹球比赛拢暂停举办啊！
超市门口真侪人挂喙暗塞推车咧排队等待入去超市买物件。武汉肺炎伫澳洲继续拖，意大利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50个人，各病人因此死亡，是澳洲疫情上严重的国家，引发着民众的惊吓。除了欠喙暗，佫开始抢买物资。为了民众的安全，原本要伫25号结束的威尼斯嘉年华，提早伫23号停办。Avevate pensato di poter sospendere questo volo come hanno fatto altre città o no? Abbiamo valutato sempre tutte le condizioni, non c'erano le condizioni di rischio e per cui si è pensato di continuare. Ovviamente con le notizie di questa mattina adesso stiamo aspettando i referti medici. Verranno fatte ulteriori strette in termini di sicurezza. 当局伫22号下令封锁10几座城市，包括伦巴第大区甲威尼托大区。伫伦巴第大区进行的意大利卡球夏季联赛，就有4场比赛延期。另外，米兰的时装展示就换一个方式，用网络来举行。gente e sono contenta del fatto che Giorgio Armani oggi abbia deciso, insieme anche a Lavinia Biagiotti per il marchio Laura Biagiotti, di non fare le sfilate nel modo consueto ma farle a porte chiuse con la diretta streaming. È una forma di rispetto per tutti. 第23号，一班为威尼斯出发的火车经过布伦纳山口的时阵，因为传出车顶300多名乘客内底有2名乘客有可能有发烧的镜头，佮互奥地利要求停车检验。4点钟了后，排队乘客感染肺炎的可能，才互列车入去奥地利前往德国的慕尼黑。记者陈世栋报道。伫咧澳洲有一个9岁囡仔，因为一出世就带病，生做真矮佮细粒子，伫学校常常互同学霸凌，因老母也甲影片抛上网络，却引起一寡名人甲名星的关注。不过，也有假消息继续伫咧甲因攻击，讲因这个老母是一个变性仔，好佳在有网友出来维持正义，证明因的性别。这是今年9岁的澳洲原住民奎登，顶礼拜放学互老母接转去厝的时阵，伫车顶真伤心咧哭哄翕落来的影片。奎登伫学校互霸凌，心内真艰苦。老母甲影片传去伫社群媒体，希望提醒大家关心霸凌的问题，嘛真紧就得到关注。除了各界来加油，澳洲影星小杰克曼嘛亲身伫推特鼓励，同款有侏儒症的美国戏剧演员威廉斯发起募款。澳洲橄榄球队、蓝色的兔队，佮邀请奎登去现场看比赛。He said it was going from the worst day of his life to the best day of his life. One of the vehicles in Aboriginal communities is rugby league, and what better way to get Quaden down here on the Gold Coast, be a part of our team, lead us out like the young warrior he is, and show him that we love him, that the broader community love him. 但是奎登迄当阵伤心在哭的影片，即马已经看袂到啊。奎登的老母甲影片改做无公开，因为有传言讲奎登根本就毋是9岁，是一个18岁演员，佮有相片伪证。伊的老母只是想要诈骗。有网友出面替奎登背花。推出2015年奎登受邀就澳洲电视台节目 Studio 10受访的内容，包括奎登成长的经历、接受医生的治疗。电视的标题就写奎登迄当阵是4岁，若是奎登18岁的相片，其实是参加朋友18岁生日的时阵翕的。另外，奎登的老母伫2012年，嘛就是奎登15个月大的时阵开始，伫社群媒体搭真侪奎登成长的相片。若是奎登即马真正18岁，2012年的时阵，伊应该得要11岁。但是这个红鞋相片安怎看嘛无成，社群媒体真侪人支持奎登，对这件代志感觉真生气，表示这是对奎登的第2遍伤害。霸凌到底当时会结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无党籍立委鲍群奇开复党籍案，伫国民党内也造成讨论。鲍群奇也呼吁国民党着爱团结，甲2024年的政权摕倒转来。另外，参选党主席竞选的江启臣认为，国民党需要的是制度，特别选党主席，却阁会当增加投票人数，恐惊有无公平问题。国民党最近因为花莲县立委鲍群奇开复党籍的案件闹分裂，国民党中常会通过鲍群奇开复党籍的案件，不过区议会却以流会方式变相卡关，加上前党秘书长金溥聪大动作带年轻党员炮轰，鲍群奇这次第一摆出面回应，也透露家己拄要出院。我在这个阵营里面，我会来支持郑蓝，所以才选择在这个时候恢复党籍。那至于一切的发展，我们
让子弹继续飞吧。北军旗党籍案也正做国民党主席补选的位置焦点之一，未少那也青壮派支持的江启臣强调，国民党最后朋友也小制度，不明确表态支持北军旗，重回国民党的郝龙斌认为朋友爱多，敌人爱少，放下意识形态，防疫优先。基本上党有党的制度嘛，所以国民党当然需要朋友，那但是也要制度代理的党主席应该会去做最好的一个处理啊。那所以他是党的朋友，朋友要多，敌人要少，这是我一再强调的。我们不只要让朋友能跟我们一起合作，甚至未来包括其他政党，我们在抛下意识形态。另外，党主席选举标出人头党员政绩，江启臣开支票，当选后会用上现代科学方式管理党籍甲党员人数。这摆发生已经公告选举日期，党员也会用交党费增加投票人数，会影响公平性。未来拢爱避免。记者综合报道。中小学在明仔载就要开学咯。教育部表示，目前有645万地喙胺、8.4万粒的酒精，加12万5000支防下温的电子泵针，会送到每一间学校。日后逐个月也会提供9.4万粒的酒精，予学校做消毒使用。这寡喙胺是要予有感冒症头的学生使用，唔是人人拢爱挂喙胺的。学校示范泵体温、公用物品消毒、甲放防疫物资的方式。教育部长潘文忠去新北市视察中小学开学准备的情形，强调已经甲环保署合作，学校消毒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总共提供了8.4万公升的酒精到各级学校。那后续每个月也预计要提供9.4万公升来做后续的补给。除了酒精，教育部也阁配送25000支的血杜针，甲645个喙胺去全台湾的学校。不过强调讲，喙胺是备用的性质，学生若有呼吸道的症状才使用。另外，高雄有的学校认为备用的喙胺数量平均敢若一人一个，有的学校甚至无够。我们现在政府是花的数量是不足以这个每一个学生。不过我们学校因为事先有准备了这个50多包。戴口罩的时机就只是针对有咳嗽、有发烧、身体不适的，或者是不特定对象的人进入校园要戴口罩，其他的都不用戴口罩。高雄市教育局希望讲，除了徛伫门口指挥交通、接触家长的教职员一定爱挂喙胺。老师学生入来校园了就唔免挂，喙胺的使用会当较省。除了中小学，嘛有大学第25要开学，花莲的资济科大除了消毒，嘛甲市电梯的所在搭起来。开学了后定时换新，校内动线嘛有规划。餐厅的部分的话，我们现在也规定就是只有单一的入口，那也不要让学生自己打菜。有就是我们会安排专人来协助学生来做打菜。学生出入校园，有的用人工泵体温，不过学生若超过1000个，烦恼会真了时间。有的已经装红外线温度监测器。资济大学是设30个温度监测站，希望学生自主泵体温，做好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月17日以前来的港澳学生，经过14天的隔离，总算是解除了。接落来就要面对的是对日本、韩国来的学生，大约有14000多位。对25开始，若准对韩国入来的，也是爱居家检疫14天。也若是对日本入来的，教育部表示讲，一切规定拢会照疫情指挥中心所设的来办理。华环大学的港澳学生早起9点离开学校安排的独立宿舍，总算度过14天的隔离期。其实学校还有我们学生都措手不及，很忙，然后一直在改机票。14天你怎么熬过的？就在房间里做自己的事情，画画、看书，还有打电动。之后最想做什么事情？去吃那个蚵仔大肠面线。中国的武汉肺炎疫情伫咧旧历过年的时阵恶化，台湾伫咧2月12日雄雄将阮港澳学生来台。华环大学总共41个港澳学生，有19个人关伫咧初8、初9封关进前坐飞机转来。不过开学进前也是要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逐工量体温2届，学校安排3顿，而且隔离的期间，学校嘛透过网络来关心。还有他们跟家人其实是可以保持视讯的一些联系，希望能够照顾他们的身体。还有心情，尤其是希望
年轻人不要因为这14天跟外界某种形式上的隔离。校方表示，村内无法度来台湾开学的港澳学生，目前无人休学，拢同意远距离实行上课。啊，不过除了中港澳疫情真严重，日本、韩国嘛已经提关做旅游第2级的警示。华环大学指出，因为姊妹校伫南韩大区，预计暂停交换学生的计划。这学期预计来台湾的2个日本学生嘛，应该9月才来。不管是日韩啦，只要有出国史的，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据实以报。根据教育部的统计网，大专以后的日本境外学生要9900多人，南韩学生4400多人，总共超过14000人。即马就伫要开学，照指挥中心上新的宣布，2月开始对韩国入境的外籍人士必须要居家检疫14天。若是日本的学生，教育部表示，嘛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布的边境管制来做应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疫情，大家拢嘛是严守戒备。伫花莲的主治病院因急诊室外口有设一个全台湾头一座负压的采检室，伫内面做体检的过程，就当避免风坏掉啊，并且也有免落车快速领药的服务，民众就唔免入去病院咯。花莲主治病院急诊室门口这间用阿鲁米合金打造的床房，就是全台第一个负压检测室。每入去进前，要先写相关旅游接触史，然后过到边的电工车做检查，才能进入采检室，让医生隔玻璃用手笼进行采检。它可以直接隔绝有一个物理性的隔绝病患跟医师。那我们在采检的时候会比较顺利，而且比较容易采集到比较准确的检体这样。另外，主治病院也有药来素车道，互自费甲领处方签患者用免到病院领药啊。透过网络预约，院方会伫领药前1天发简讯通知，开放时间是礼拜1到礼拜5早起10点到中午1点。网络预约成功之后呢，他就可以不用进到医院，就可以直接在户外领到药，那又可以提供他这个慢性病所需要的药，而且又不需要进到医院这个有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可以避免进到院内，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好处。再来就是，也可以省去蛮多的时间。花莲其他大病院，属于花莲病院甲国军病院，是表示因为政治关系甲病人无济，拢维持原本领药的模式，无提供药来素车道。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东北角甲八里地区，昨一声出现8只死去的石龟，经过检查，有可能是渔船去掠到，这架石龟漂伫遐。不过在屏东的车城也发现一只已经烂去的石龟尸体。今年已经有9件石龟通报事件，比去年干那4件，也大家感觉真痛心。长超120至130的巨母靠刷伫咧岸边，去互发现的时阵已经死亡。新北市南亚到龙洞湾沿岸，2、3日困头就出现7只海龟的遗体，而且伫咧同一天，八里嘛出现1只死亡的海龟。还有大学海龟救护中心派人去各地解剖，结果由海巡人员伫咧原地甲因抬起来。海龟上岸其实是很正常，但是不过1天有8只，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太严重了。超过3只以上，我们就会再怀疑到底怎么回事。学者指出，8只海龟拢是保育类的动物石龟，除了1只巨母以外，其他拢是较少年的龟。经过解剖了后，发现巨母细部整起来，初步判断捌去互拖网的渔船掠到，了后互弹条抢起来海边，判断其他的海龟嘛是因为渔业活动来死亡。乌龟它在海中突然就会充血。一定是被人家拖着跑。那其他的5只的话呢，我们发现就是说有的断头，有的断脚，一时之间有那么多海龟，那比较合理解释就是渔业活动。23伫咧屏东车社嘛出现1只烂去的石龟尸体，海巡署南部分署第6巡队指出，今年2个月以来发现死去的龟是去年烫天的2倍以上。在2个月的期间之内，已经有总共接获到9件的海龟救援通报，去年只有4件。还有大学学者表示，海龟死去的原因一般敢若拢会当用判断的，不过目前是寒天甲春天的交替期，水温的变化真大，确实是海龟较会死亡靠刷的季节。不离过1天，全台湾出现要10只石龟死亡，也是生态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台湾灯会第23结束了，虽然有发生武汉肺炎，不过也是有上千万人去参观。因为若讲到这个主灯是要何去何从的，交通部观光局表示，一开始就是要拍算原地保留。不过台中市管理局却烦恼讲，未来的维修保养恐惊要开真大条。
2020台湾灯会指定新生守护工之秋，是关渡超过15公尺的大树丛的意象，用原木插棒结合钢材，22条主结构向定台湾22个县市。还有代表368个故乡镇区里的造型花灯，2359片新型绿色的叶仔，向定台湾全体人民。即马灯会结束，注定要刷起到中央甲地方的意见无同。台中市管理局关导讲，后手维修保养有困难。这主灯本身的材质是不是能够耐久？毕竟市府假如说是要编列预算来养护，跟开放外面的单位来养护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做一个综合评估啦。台中市管理局指出，灯会23才打结束，现地保留或者是企业任用拢是方案之一。毋过注定的材质保养甲修理拢无简单，还有后里地区风真大的问题，演过台中市承办的台湾灯会，注定要长期保存拢有困难。财政其实状况是蛮困窘的哈，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能够以市民最大的利益为优先考量，来进行这个主灯目前的这个未来的规划。对这个代志，交通部管局就是回应讲，伫咧灯会筹备的时阵，就已经有原地保留的共识。由台中市政府它原地典藏的一个方向来做规划，那在相关的会议上也都有跟市政府这边做过一个充分的沟通跟讨论，然后他们在相关的会议上面也都有做认同哦。2003年台湾灯会伫咧台中，注定是钢材结营空态，目前保留伫咧台中公园，其他注定是开放灯重要无人任用转来拆掉。台中市管理局表示，未来会甲交通部管区局来沟通协商，找出上好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的关键古迹鹿港凤山寺，伫2016年发生火灾，庙内清朝时代的牌匾甲家具是全部毁掉。修复的工程经过2摆流标，在今年总算顺利发包出去咯。上紧在2021年6月会当顺利完成。2016年8月20日透早，鹿港凤山寺发生火灾，火势烧解真旺，随亡消防人员全力来抢救。毋过庙内真侪清代插匾、神像，还有台湾保存年代上久的庙红全部拢去互火烧掉。修复工程旧年招标2届雪龙流标，今年总算顺利发包。损害非常的严重，那咱因为对于伊的这个庙的这个历史文化非常有这个价值，所以呢，咱的积极甲咱的这个文化部阁继续来争取经费，总经费呢是拢总2500万，由咱这个文化部负担75%，1875万。彰化县政府表示，鹿港凤山寺是伫咧西元1822年清道光年间起的，是地方的信仰中心。若是庙寺厝一面顶，还佫有2边的庙仔作品，是清汉风年间泉州名士的作品。县政府伫咧2000年指定凤山寺做县级古迹，凤山寺烧掉3年外，即马总算要动工修复。经过3-4年啊，这县长种种的争取是相当会当。招标会当得标了，无流标费也变啊，你这个都很幸运啊，你会当得标，会当希望最近的时间会当修理完成啊，你这是地方甲国啊上其他的代志啊。当地民众拢希望凤山寺的修复会当尽量维持原本的模样。若是这届修复的总经费2500万，除了文化部补助75%，县政府嘛出资20%500万的部分。凤山寺是家己负担出来的5%经费，预计3月份动工，2021年的6月份就会当完成修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过年，家家户户拢会打春联，若阵春联闹春，就千万唔通单调哦。伫南投德山社区，因为利用无爱春联，摕去做手工艺，社区内面的时代，大家拢嘛激头脑，发挥创意。这一只搁一只的鸟鼠，模样实在真古锥。其实这是南投德山镇德山社区的阿公阿嬷，伊用过年春落来用未去的春联所做的。就是春联剩下来的，没用你怎么帮我们做这个灯笼？门帘的纸做的呀，无得用的啦，捡起来做手艺的啦。感觉真好啦。伊唔拿做鸟鼠，还佫有做狗仔顶和彩球。阿公阿嬷对老师学习，摕无爱春联来做手工艺，佮把这挂作品用伫咧布置活动中心，实在介趣味。有的花蕊啦，创啥大项拢有就对啦。都有纸做。嘿，对，吊在厝嘛真水啊，要吊在家嘛真水啊。也包括我们做我们紫花灯，包括我们做我们的应景的老鼠，我们的长辈呢都非常喜欢我们这个
环保的美劳作品，这是我们对资源回收一种赋予新的生命。退休的老大人若无代志做，常常感觉真无聊。不过，第三社区的阿公阿嬷，即阵会使和厝边隔壁同齐叮当骹手，去头壳发挥创意，用人唔甜的废纸来做古锥的鸟鼠、高压灯和彩球，嘛，互因的生活变甲愈深色愈快乐。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法国生活画红仔图画舫界的作家林丽晶，伊最近出版新册，甲台东在地故事画作红仔册，希望甲台湾的故事推销予全世界。出版过《我的青春》，我的福尔摩斯女法漫画作家林丽晶，即摆摕到法国出版社、甲法国国家图书馆、甲侪单位赞助，伫台东的多兰部落驻村3个月，要甲台东人反对核能废料、甲比例湾大饭店不当开发的代志，画做漫画伫法国出版，互世界会当看到台湾人守护环境的故事。林丽晶伫屏东的庄卡大汉，厝内讲的语言是台语。阿嬷定听的歌曲是日本歌，不过学校的老师却一直讲台语是无够水准的方言。伊爱练讲中国话的时阵，拢无台语的口音才会使。上好是互人当作外省囡仔。迄时阵是，其实我先是我咧读新兴国中的时阵，学校老师嘛拢同讲华语啊，所以讲迄个时代无迄种像即马讲电视的台语台这种可能性。譬如讲，我有朋友啊，可能对屏东来看来澳大来啊，遐当去拢讲华语啊。啊，毋过是当我讲，哎呦，会发现讲其实因就有靠迄种算阮下港的口音，所以想讲哎呦，较有这差。当然迄个时阵有一阵感觉讲大家讲哦，安尼好佳在我先来吼，当然迄个是无正常。心理啊！较特别的是，伊拢用台语来介绍伊的新册。敢若伫咧台东的场，为着要互原住民的朋友听有，用较侪华语。伊认为爱用家己的语言讲家己的故事，延续伊第一本册《我的青春，我的福尔摩斯》主题，想要甲互中华民国体制挂掉的无语喙齿，重新接转来。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6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也带您来到巴西看因的嘉年华，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